你有冇覺得自己個腦成日都停唔到落嚟呢？就算喺休息嘅時候，都會諗住自己嘅目標啦，驚浪費時間。呢個現象叫做內耗，係現代人常見嘅問題。背後嘅原因可能係同完美主義、成就上癮，甚至乎係對未來嘅焦慮有關。我哋活喺一個不斷比較嘅社會，社會媒體會令到我哋見到人哋嘅成功，而呢一種壓力會令到我哋覺得自己唔夠好，結果我哋就陷入咗停唔到落嚟嘅循環。咁究竟內耗係點樣嚟嘅呢？內耗係嚟自以下3樣嘢啦。第一就係焦慮，我哋成日咧好驚落後於人啊，好驚失去競爭力啦，所以好想自己係再做得好啲啦，然之後可以同其他人去睇齊。咁第二就係成就上癮啦，我哋可能會將自己嘅價值同埋成績去掛鈎，覺得自己咧只要喺成功嘅時候咧先至會有意義嘅。跟住第三就係完美主義啦，我哋對自己嘅要求過高啦，冇辦法接受到任何程度、任何進度上嘅唔完美嘅。咁有好多人就係因為追求完美而覺得壓力過大啦，最終導致效率下降，甚至乎情緒崩潰。咁聽到呢度，到底有啲咩解決嘅方法呢？第一，休息係關鍵嚟嘅，我哋可以設置一個停止思考嘅時間。點樣去設置呢？例如係我每晚9點鐘之後就唔俾自己去做任何嘅同工作有關嘅嘢噶啦，我就係會專注喺自己中意嘅事情上面啦，例如係聽音樂啊、睇 Netflix 啊呢啲等等。記住要係做一啲唔需要用腦去思考嘅事，咁樣你先至可以真係停止思考。咁但係有陣時咧，可能真係好難嘅，可能喺夜晚9點鐘之後，你都仲要做一啲同工作相關嘅事。咁點樣唞呢？如果你真係有呢個困難嘅時候呢，你可以試下從微休息去開始，即係例如係隔每一段嘅時間呢，就做一個短暫嘅放鬆，幾分鐘咁樣啦。我假設每個工作25分鐘之後呢，就閉眼休息5分鐘，又或者去望下遠嘢，行下都好，總之係休息5分鐘啦。咁樣嘅一個 pattern 啦，咁樣嘅微休息呢，就唔會令到你覺得浪費時間，但係呢，又可以有效咁幫助到大腦恢復，令到你保持到高效率嘅。你可以將呢個微休息呢當做係轉換思路嘅時間啦，話俾自己知，我咁樣做呢係為咗令到我可以快啲揾到個解決方案，而唔係停落嚟乜嘢都唔做。你要將休息視為一個投資嘅概念啦，休息呢並唔係浪費時間，而係為咗令到你更加有效率咁做嘢，就好似一個手機要充電先至可以運行咁樣，你個腦都需要休息先至可以更加有創造力嘅。因為有完美主義傾向嘅人呢，佢哋成日都好想所有嘢都要好 productive 嘅，一定要係好 constructive 嘅。咁而休息對於佢哋嚟講呢，可能呢變咗做一個浪費時間嘅觀念啦。咁就要改變對休息嘅認知啦。休息呢其實係 drive to 呢個成功嘅工具啊。你而家可能覺得休息係浪費時間啦，因為佢唔係直接去產生一個成果出嚟。但係實際上呢，休息係一個令到你更加有創造力、更加高效率嘅工具嚟㗎，佢係為咗幫助你喺未來咧可以揾到更大嘅成就嘅。例如咧，如果你唔休息嘅話，大腦會覺得好疲憊，思路會變得緩慢，效率降低，最終會拖慢咗你嘅進步。但係相反啊，適當嘅休息咧可以令到你保持清醒啦，提升專注力，甚至乎會幫你產生一啲新嘅 idea 出嚟。所以你可以咧將休息視為一個隱形嘅工作，咁佢咧係你成功嘅基石嚟嘅，而唔係同成就對立嘅事嚟嘅。量化休息嘅回報啦，你可以試住用一個計算回報嘅方式嚟說服自己啦。休息係等於提升效率，亦都等於更加快去達成目標嘅。例如，如果你每一日花2小時去努力工作，但係咧效率仲係好低，如果你休息30分鐘，反而可能會令到後面嗰1.5小時咧嘅效率提升50% 嘅喎。咁整體嘅效果咧，嗰個成果咧係反而會增加啦。咁樣嘅話，你嘅內心咧就會逐漸接受休息嘅時間咧並唔係浪費，而係一種投資啦。俾休息設定一個任務目標啦。如果你覺得單純嘅休息會令到你不安嘅話，咁你可以俾休息時間添加一個任務目標，令到佢睇起嚟好似更加有意義咁樣啦。例如啦，呢15分鐘我要專注聽音樂嘅，我要俾大腦放空，咁樣之後呢，我就可以更加專注啦。又或者呢一次散步係為咗令到我嘅身體保持健康，咁樣先至有更加好嘅狀態去工作嘅。咁將你嘅休息同埋你嘅目標呢聯繫起嚟呢，先至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去接受到佢嘅價值嘅。
建立休息等於成就嘅心理連結啦。你而家喺心理嘅模式裏面咧，成就嘅價值就係高於休息嘅。咁所以要改變呢一點嘅話咧，你就要慢慢建立一個新嘅心態連結，就係休息本身咧就係一種成就。例如啦，每一次完成有效嘅休息咧，你就會俾自己一個小小嘅獎勵啦。咁就同自己講，我今日已經完成咗3次休息嘅目標啦。咁將休息視為你一日計劃中嘅一部分咧，就可以同自己講，完成休息就係完成咗我嘅成功計劃啦。然之後就可以追蹤你嘅進步，檢驗下休息嘅效果啦。為咗令到你更加相信休息嘅價值咧，可以嘗試記錄你嘅進步同埋狀態，觀察下休息係咪帶嚟咗正面嘅影響啦。例如休息後嘅效率係咪提升咗呢？係咪更加容易完成目標呢？係咪少咗覺得好疲憊嘅感覺呢？當你逐漸發現休息嘅效果係正面嘅時候，你就會開始更加願意去相信同埋接受佢咯。咁甚至乎會期待休息嘅時間。跟住就係改變語言啦，重新定義成功同埋成就。你而家可能咧認為成功係完成某項大目標，而成就咧就係具體嘅成果。但係你都可以嘗試重新定義呢一啲嘅詞語。成功咧係健康咁實現目標，而唔係用健康或者幸福嚟做一個代價去換嚟你呢個目標。成就咧就係等於包括休息在內嘅所有努力，而唔係僅淨係工作嘅結果。當你改變成功同埋成就嘅定義嘅時候，休息自然咧就會成為你成功嘅一部分，而唔係一個障礙啦。去到第二點啦，就係要設定一啲可控嘅目標。與其設定一個大目標，不如問下自己，今次嘅努力比起上一次有冇更加用心呢？我係咪學到一啲新技能呢？記住係同自己比啦，唔係同其他人比啦。同埋去諗一啲可控嘅部分，而唔係一啲你掌握唔到嘅部分。即係我假設今次做嘅呢段片比起上次條片呢，少咗好多 view 數，少咗好多 like 數。點解呢？可能你就會覺得自己係做得唔夠好啦今次。但係其實係唔係真係呢？可能你 pay 嘅 effort 比上次更加大更加多。你唔可以將所有嘢都歸咎於自己嘅，因為有好多外來嘅因素啦。例如係可能譬如 SEO 捉唔到啲 keywords 啊，咁啱你 post 嘅時間可能唔係一個咁多人睇嘅時間啊，甚至乎可能係因為你嘅 topic 咧已經有好多人做過，咁變相就好大競爭啦。如果你做嘅冇其他人咁特別，剪得咁好或者做得咁好嘅話，咁自然嗰個成績亦都冇咁好嘅。所以唔係所有嘢都係同你自己嘅因素有關。既然係咁，就倒不如問下自己係唔係已經比上次更加努力去做呢？有改善咗某一啲嘅地方，同埋去學咗一啲新嘅剪片嘅技巧，呢啲之類，其實都可以睇到自己係向住目標去進發。而且有樣嘢好緊要，就係嗰個過程係好緊要，因為個結果你係控制唔到啦，但係個過程裏面呢，係你自己悉心去堆砌出嚟啦，咁結果就唔係你去掌控啦。咁但係個過程你係有 involve 喺裏面噶嘛，所以你係要 make sure 自己係問心無愧啦，同埋係即係覺得做呢件事係 worth 係值得嘅，咁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出發點啦，同埋真係向住目標去進發嘅。我都成日提住自己一句說話，就係 Happiness is not a destination, it is just a process towards your destination。即係其實我哋嘅幸福，我哋嘅快樂咧，係融入咗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裏面。佢唔應該係只係我哋人生嘅其中一點，佢係每一點都應該灑落去。限制思考嘅時間，記錄你自己嘅諗法。你可以用你部電話又好，攞本 notebook 出嚟都好，就記低你而家嘅諗法，就話俾自己聽呢一啲嘅問題，聽日先處理啦。咁樣嘅話就可以減少到好多大腦嘅負擔，令到你變得更加輕鬆，即刻卸晒啲嘢出嚟啊！尤其是咧，我哋喺臨瞓之前咧，好多時候都會突然之間 pop up 好多嘅諗法出嚟嘅。咁你就可以將呢啲嘅諗法咧記低喺你部電話入面啦，可能係寫落去啦，或者太長嘅你就錄音錄咗佢啦。咁聽日先至處理啦。咁如果唔係呢一啲嘅諗法，就會不斷徘徊喺個大腦入邊噶啦。將佢哋抽翻晒出嚟先，令到你咧可以安心瞓翻個靚覺。第四個思考嘅方法就係你嘅生活咧，其實唔單止係工作嘅，你唔單止係一個工作者嚟噶嘛，你仲有朋友啦、屋企人啦，咁你應該係一個有趣嘅人嚟噶嘛，唔係淨係咁單一去做嘢嘅，咁所以應該要增加同其他嘢嘅互動性啊，去轉移翻你嘅注意力啦，擺脫對完美嘅執着。
而且當你同其他嘢去互動嘅時候啊，可能先至有一啲更加好嘅靈感走咗出嚟。所以有時候唔好太過專注去做一樣嘢，要抽一抽嚟，咁先至可以令到你做得更加好嘅。最後你可以話俾自己聽呢一句說話：真正嘅成功唔係就咁拼命咁做嘢，而係能夠平衡到工作同埋生活，健康咁，記得係健康咁完成達成你嘅目標先至叫做成功。成功並唔係用你嘅疲憊去換翻嚟嘅，而係用你健康嘅生活去達到出嚟嘅成果。擺脫內耗由休息開始，小小嘅改變都可以帶嚟巨大嘅唔同。可以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邊個方法最有效呢？或者可以同我哋分享你嘅經驗啦。